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在今天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，好不好？跟你们左右两边的朋友说，很高兴跟你一起来敬拜。好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你也是我们的永远的神。主啊，我们相信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宣告，主啊，因为你已经得胜了。虽然也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，我相信你愿兴起为我们开路，敬拜宣告得胜，主你正在行神迹，相信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你信息你开路，有万军不为我，在面试仇敌逃离。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以得胜，我信心被坚固，高举的神的信息。得胜的旌旗，我们要宣告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作王，已经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！再一次来唱，虽然也不能见万军四围环绕，我相信你必兴起为我们开路，敬拜宣告得胜。主你正在行神迹，相信你同在为我们征战，扬声歌唱敬拜时，你战胜仇敌，信心举手赞美时，你的能力要兴起，哈利路亚！征战的神在于你，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宣告，主啊，你已经掌权作王，你已经战胜了。再次来宣告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征战的神在于你，耶和华以得胜，我信心被坚固，高举的神的信息。信心被坚固，高举的神的旌旗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要让我们高举得胜的旌旗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在生命中有许多的困难，主啊，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掌权作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要持续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心来敬拜你。好不好？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到神面前。亲爱的神，求你来向我们吹气，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与你亲近，更深的来经历到你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，因你恩典
谢你何等的爱我们。主要我们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灵要来回应你的爱。我们再一次来唱，献上生命，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完全顺服，完全降服。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裕，你的宣召没有怀疑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主啊，我们要跟你说，我们要喜乐的来跟随你。现在赐下我，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，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，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，如鹰展翅上腾翱翔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背起十架跟随你，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。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喜乐地跟随你。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来敬拜。主啊，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。主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心。主，愿在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敬拜的每一颗心，主啊，真的是求你纪念。主，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宣告说我们要更多紧紧来跟随你的时候，愿你就真实的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紧紧来跟随你。主啊，在今天早上我们向你所敬拜的、宣告的、向你祷告的、流泪祷告的，主啊，求你都纪念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向你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